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前往国务院，对外交人员发表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谈话。除了近日喧腾的缅甸军事政变一事，拜登也点名中国、俄罗斯为主要的威权挑战，将抗衡中国对人权、智慧财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不过，拜登也宣称，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也不排除与北京合作的可能。综合外媒报道，拜登于国务院的演说宣布，美国重回国际舞台，将致力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以外交来领导世界。不只要将国内建设做得更好，也会加强与伙伴国的合作，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和权威。而对于缅甸的军事政变，拜登先是予以批评，强调军队绝不应在民主体制下推翻人民的意愿，或试图抹煞可信的大选结果。重申缅甸军方应该放弃夺取来的权利，释放被捕的官员和相关人士，而美国也将继续与伙伴合作，支持恢复民主与法治，并让该负起责任者承担后果。在提到与俄罗斯的关系时，拜登也说，他已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过电话，决定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并呼吁立即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表示 ，COVAX 在2月3日公布第一批 COVID-19 疫苗配送名单，其中也包含我国与其他非联合国成员，所以疫苗最快在2月就会到货。对，有关今天 COVAX 所公布的第一波的 COVID-19 的疫苗配送名单当中，其中有分配到 non-UN member state 的。有130万剂的 AD 的疫苗，那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国跟其他非联合国会员的获配的一个数量。那世界卫生组织在核准这个 AD 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后，它将会陆续通知各国实际获配的数量跟配送的时程。那指挥中心会针对这个疫苗积极跟 COVAX 联系运送、报关等相关事宜。一方面就是年纪大了，那二方面是他有一些潜伏的疾病，这些心血管疾病，所以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重症的一些因子都存在，那所以确实也很快就变成重症的状况。那插管、呼吸器以外，那很快也是隔1-2个礼拜以后就使用上ECMO。单一个案，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说是跟它的变种病毒株是不是有相关的哈，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只能参考国外比较多的病例的资料。那国外的病例的分析是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英国变种病毒株就让它的疾病严重度会变得比较厉害，死亡率会变比较高。那我们只有单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案，当然我们的变种病毒株不止这一个个案，然后呢，只是因为我们个案数确实还是比较少，所以没有办法就此这样的做连结。有关于799死亡这个案例，这一路都有跟他在国内的家人跟在英国的家人都有持续保持的一些沟通讨论，然后那所以昨天下午过世以后，昨天晚上就已经火化了，那就是会完整的火化以后就可以照一般程序去做处理。我们台湾，我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国家哈，这一圈我们当然都会尽量的协助。就是说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这有2个嘛哈，当然一个就是施打一个到货的速度嘛哈，然后第2个当然是施打的效率，那第3个是民众的意愿。好，那这几个如果都越高的话，越快越高，那当然速度就会越快。好，那至于整个的将来在有了疫苗，那开始我们这个有社区这个基本的防护力的时候，那当然都是会逐步的让管制的措施变得比较慢慢变松。
所以这里面大概最主要要表达就是说，这个不会说是这样子哈，就一跳一大截，好，就是会逐步缓进，好，那根据哈各国的疫情的情况，好，那还有它那个 PCR 哈检验阴性的情况，跟国内好施打疫苗的涵盖率跟口罩、洗手的遵从度，那这几个因素，好，那相互配合，那选择一个最适当的方案，那能够期待，我想大家努力嘛哈，一起期待能够哈疫情松绑。不过这里面整个疫情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病毒它也会有变异嘛，能够持续如果变异都在控制之内，没有变得太快太厉害。那当然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但其中还是有病毒变异的这样的一个变数存在。因为我们讲6成，大概是第一个当然是包括就是说，你万一做到生理实验室做了100成也没效嘛哈，对，所以一定是有效的嘛哈，有效的施打疫苗，那包括它的一个有效性，所以大家看到你是8成的话那你就8成的有效性，那起码也要达到8成嘛。大致上是这样子嘛，那一个群体有基本达到一个6成，我们才开来思考说，在社区有一定的防护力里面，那边境怎么样配合的来开，又能够促进这样相关的一个经济跟一个国际的流动，一方面又可以保护社区的安全，那当然会根据我们拿到的量，因为大家知道这次它是要打2剂。所以每一批进来的一个量，它不见得就是说多或少各有不同，然后看选择适合的族群，再来打。那原则上不变的就是，帮我们在对抗病毒的人是优先嘛。比如就是说在这里面有这个移动风险的这样看，第一个当然是医护，那医护里面又是应变医院里面的医护，它又是重中之重。那守国门的相关的检疫的人员，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国外的风险这么高，它不断的要接触，相对风险比较高的人，防疫计程车也功劳非常的大，集中检疫所也都有这些问题，所以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说，是。保护对抗病毒、保护人们健康的人是优先。那也确实把这个防线做好，确实的安全度就会增高了。那前天我们指挥中心也有开会那我们大概有跟各个的那个各个政府各个政府不同的单位各部会。那请他们就我们所提出来的各种的不同的类，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的情况，那请他们回去检视造册，把人员的造册都把它做好来。然后第二个，就他们单位主管的事业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指挥中心有没有想到，而他们认为是必要的，那及早提出来。那我们整体我们的资讯化的作业才能够做得比较完全。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有意参选国民党主席，却意外传出逼宫内斗的说法。赵少康质疑国民党内有内奸，但为何都泄露给经常报国民党负面消息的《自由时报》，而非其他媒体？他表示，江主席应该要查一下。来听听赵少康的说法。我觉得。要有内奸呐，所以我告诉各位，在这里郑重宣誓：如果将来我如果竞选总统，当然是如果我当选，我会把中天叫华视退出52台，52台还给中天。你可以这么蛮横，把52台中天干掉，就放华视进来吗？你 NCC 如果说好，华视是一个公共电视，我要放到52台，它没有商业利益，它其实也有了哈。党政军推出3台，政府的力量统统进去了，然后党在控制政府，现在不就这样吗？所以党政军推出3台是假的然后你叫华视进来，那你就讲嘛，因为他是公广，我就要给他。还说他是商业行为，我们都没有介入，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
提名权才是主控权嘛，少跟我讲什么独立机关了。哦，以前新闻局管的时候，至少还可以知道谁做决策嘛，局长啊、处长做决策。现在委员是谁？你们能够叫出几个委员的名字？不知道啊，都不可以不必负责啊。做了这么重要的决策，可以不负责啊。所以我告诉各位，在这里郑重宣誓：如果将来我如果竞选总统，当然是如果我当选，我会把中天叫华视退出52台，52台还给中天。本来就是这样嘛。独立机构，它真的独立吗？它真的是独立吗？我只是很好奇哈，国民党很多很机密事哈，怎么都是自由时报先报道出来？你们不觉得很奇怪？你其他媒体不会很气吗？照理讲政党应该公平，为什么都是自由时报先拿到？啊，我觉得国民党有内奸呐。因为假如自由时报是国民党的好朋友，你给他没有关系吗？自由时报什么时候报道国民党的好事呢？那什么拼命给他呢？这不很奇怪吗？那如果许淑华跟韩冰不知道？我先讲这一点，我就很奇怪。我觉得这个江主席应该查一下，不好嘛？你机密的东西怎么都每次都自由时报先拿到呢？别人说我逼宫啊，什么引起内斗，我真的没有这个心。你从下面的事你就知道。江启臣第2次跟我吃饭的时候，他说，我们立刻启动你回复党籍的程序，大概1-2天、2-3天就办好。另外，我要聘你为中央评议委员。少康兄、赵大哥，我能够在我党主席任内聘你为中央评议委员，是我莫大的光荣，对国民党的团结有很大的意义。那然后郑肇兴做联络人。传入党申请书给我，我还犹豫了，后来了，传了入党申请给我，然后接着又过了几天，江启臣找我说，他压力很大，所以呢，暂时不能给我中评委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都没有谈到1年哦，没有人谈到1年了，只是说当主席要有中评委或者中央委员党员，当时认识是这样的。然后江主席有说他到现在没有放弃，他会继续选党主席。我说我选不选没有决定，我不是一定要选的，我在考虑。你先给我一资格嘛，这是原来是这样讲的嘛。那后来变了，对不对？变了，理论上讲，变了，我还是觉得当时既然答应了申请，我就申请了嘛。我有没有跟各位讲呢？没有嘛？为什么？你觉得我讲出来好吗？不好嘛。所以我都不讲，被你们骂，被你们讲，我都没，我就忍了。我就是只是告诉你说，他欢迎我回去，就是这样而已。那因为今天媒体出来了，那你们问我才讲的，不是我要讲，那我也不愿意骗你们嘛。那情况就是这样。农历春节将近，去年在中国大陆被指控为台谍的施正平、李孟居等人，近期状况以及亲人探视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陆委会日前回应，政府仍持续透过相关的管道了解当中，若有家属提出探视需求，将会尽力协助。关我们国人施正平、蔡金树及李孟居等人在陆涉案相关的国安案件，陆媒的媒体有报道，施正平、蔡金树2人。判决有期徒刑4年，其余案件政府仍持续透过相关管道了解当中。那么相关的案件，迄今陆方并没有依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向我方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目前政府相关机关都跟家属保持联系，掌握相关案情的发展。如果有家属提出协助赴陆探亲的请求，我们政府一定会竭尽所能提供必要的协助。再来带您关心台股日前指数一度逼近16000，最高来到15938点。回顾台股前波，在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带领之下，冲上16000，但居高思维也成为大家关注的议题。有分析师认为，找低基期有潜力的标的才是关键。带你来看相关报道。
这件事情，我觉得从资本支出这件事情来看，我觉得他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台积电里面的经营决策者都不是笨蛋，他们很清楚未来有没有订单。如果没有订单，他不会去花这么多钱去布局，因为资本支出就是我要先把设备这些搞定，搞定以后没订单，那不是喝西北风嘛？所以我相信他们也胸有成竹啦。未来几年，但我不敢讲未来10年，因为有人说未来10年半导体产业大光景。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10年的事情太难去预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明年就整个半导体产业来讲，应该还是相当好的。指数当然到16000确实是高点，但是我们把涨得比较多的台积电这些股票，因为现在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就高达30%。那其实去年一路推升台股几个重要的工程，包括台积电，包括联电。包括联发科以及台达电，那如果把它们扣除掉的话，可能台股可能就在1万附近而已吧。那充其量来讲，这一段路很多人是还没跟上，很多人还没跟上，所以我觉得倒不用去思考16000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的是什么？如果整个科技产业上来了，谁获利了？谁营收有成长了，但是它的股价还被低估的，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反而会以这个角度去想啦。所以为什么你去看最近包括鸿海也被大家关注到，你说原来你看你以为他年老色衰了，没想到化妆完以后还是可人一个，有没有或者是说大家也开始去看之前台积电大涨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晶片，你晶圆代工完一定要封装测试，为什么日月光没在动？我们想不懂。那果然现在日月光也还我们一个公道，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在找的并不，我觉得真正法人现在思考的也不是说16000还有没有空间再往上，因为说真的，我们又不是做期货，我们也是做指数，我们做的如果是股票的话，其实个股大家会去找相对基期低的。那当然前提我讲就是说它产业发展是有前景的，有获利的，营收有在成长的，那这些自然而然市场会还它一个公道。那也许有的涨有的跌，所以指数缓慢推升或者是大幅震荡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